主后2022年6月18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照着伊。圣经歌罗西书第1章15节到23节。基督是看袂到的上帝的形象，伊是大囝，比一切受造的较早有。因为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，就是伫天顶甲地上看会到的甲看袂到的，灵界坐王位的甲主政者、统领者甲掌权者，上帝通过伊，也为着伊创造万有。还未有万有以前，伊就存在，万有靠伊连结好势。伊是教会，就是伊身躯的头。伊是元始，是大囝。上帝予伊诚侪头一个对世人中格外，通伫万有中诚做第一。因为上帝照家己的旨意，将家己完整的特性充满伫伊内面。通过伊的囝，上帝互万有，无论伫天顶也是地上，拢甲伊和好。上帝通过伊的囝，伫十字架顶流血死，来促成和平。恁有一时甲上帝断绝关系，心思甲伊敌对，做歹代志。毋过现在，上帝已经通过家己的囝肉体死，互恁甲伊和好，诚侪圣洁、无缺点、无通嫌的祭物，献伫伊面前。恁着坚持信仰，坚固徛在，互恁听着福音的时所得到的愿望，无摇动。这个福音已经传互天下众生，我保罗就是这个福音的册用。真侪神学家猜测，保罗伫遮插入一首初代教会俄罗斯。这首诗有可能是保罗所作。基督是看袂到的上帝的形象，伊是大囝，比一切受造的较早有。歌罗西书第1章15节。保罗爱信徒伫吟唱的时会明白，基督已经将袂当看见的上帝表达出来。古代社会，大囝是家庭产业的继承者。称基督做大囝，表示所有受造物拢属伫伊。保罗指出，上帝所创造的万有是照着伊，为着伊。这描述了基督甲上帝创造的工密切的关系。但同时，宗教思潮主张宇宙间存在真侪的灵体。因会影响着世间甲人类。若是保罗讲，因为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，就是伫天顶甲地上看会到的甲看袂到的，灵界坐王位的甲主政者、统领者甲掌权者。上帝通过伊，也为着伊创造万有。强调就连看袂见的灵体，也爱透过基督才会当存在。伫旧约利未记10章14节到20节讲到，人若用献祭的牲口的血除罪，会得通甲上帝和好。保罗讲，上帝通过伊的囝伫十字架顶流血死，来促成和平。歌罗西书第1章20节。十字架的刑罚源自波斯，罗马帝国较济是用伫叛国者也是战俘的身上，
显露出因想要透过酷刑甲压迫来成就罗马和平。毋过，上帝和平却毋是安尼，伊反倒将刑罚放伫伊的囝儿身上，互耶稣所留的保护成就真正的和平。领头统击帝国的罗马和平，却彻底表明上帝怜悯甲慈爱。主后第4世纪，阿流根据第1章15节，主张基督是受造的，比上帝较低级一阶。阿塔拉修依照第16节强调，生甲造无共款。既然万有是照基督创造，所以万有并毋是包括大囝基督。最后，阿流受判做是异端。若是教会发展出基督神性、人性两性教义，基督有完全的神性，也有完全的人性，这记录伫尼西亚君士坦丁堡圣经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保罗应该是要回应当时高西信徒深受希腊文化甲犹太习俗影响，直到变革基督，脱离信仰根基，所以才特别高举基督是创造甲救赎的主。今仔日世界因为追求科技甲商业利益，开始大大宣传元宇宙 Metaverse。若是咱所着问的是谁打造宇宙？为啥人打造宇宙？为虾米这就是咱的未来？总是却有教会牧者对着潮流宣传元宇宙，较无咧在意真正的宇宙照啥为啥创造。不如讲，上帝通过伊，也为着伊创造万有。因为安尼，咱应该搁较着关切，这位创造甲救赎的主，为虾米甘心为咱死？搁应当活出圣洁、无通指责的人生来回应伊，较毋是一味伫赶赴流行。默想，我生命所吟唱的，拢是虾米歌？是谁掌管我的宇宙呢？我生命所吟唱的，拢是虾米歌？是谁掌管我的宇宙呢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赐智慧，帮助我伫这科技的时代，会认清真正伫宇宙中掌权的，独独只有你，并无别个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